检警调查创意书房性影上意外查出台北市大安分局一个派出所警察涉嫌伫咧管区内面的查甫便所偷装摄影机吸引女性。昨台北捷运的有民众坐捷运的时阵，予一个食酒醉的查甫人踢到伤，双方也起冲突，甲人电压棍。罗西安和乌克兰战争明仔载19就满1000天了。最近风声讲拜登政府要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飞弹拍罗西亚境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8日AM新闻。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这警察知法犯法的新闻。看到是台北市大安分局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呢，对2020年开始，涉嫌伫咧管区内面的查某便所偷装这摄影机，翕查某警察，甚至来照便所民众也拢翕惨落去。大安分局表示讲，伫咧调查期间，这个警察已经提职，调查了后也改免职啦。这件代志为什么会逼出来呢？是因为这检警追查这创意书房的私密影像意外所发现的，也被查讲这影片敢有摕出去卖。以上一定嫌犯勾掠真侪人到案，检警将办创意书房案件清查上100人涉案，进行一步起诉，为点心店的业者、补习班的老师，拢互人控告是加害者。即马所押出有警察牵涉在内。这个是你女儿吗？对。那这个是谁？协助失地的阿伯成功联络家属，因为安尼得到表扬。画面上倒边的都是涉案4国的员警，伫台北市大安分局的派出所服务。为2020年开始，涉嫌伫驻地女厕所偷装监控机翕女警去便所，影中人嘛押出有报案的，也是照便所的民众甲囡仔，目前已经互人羁押。调查期间，郭姓员警自觉已不适任警职，黯然提出辞呈。为郭元在职期间涉犯妨碍秘密等案，事实明确且恶行重大，本分局能将严惩，予以免职处分。警察知法犯法，伫今年7月，要伫宜兰三星派出所的员警，互人控告对民众去驻地便所偷翕。伫我早进前，嘉义原有查甫警察涉嫌伫便所甲换衫间偷翕女警官。这个案件会公布，毋是警方内部查到的，是涉案的查甫警察互人发现，伊原来是色情论坛创意书房的会员。检方说来嘛要追查，伊敢有牵涉到犯罪。一般的人即使去上厕所，我就算很仔细的环顾整个厕所的空间好了，我有可能我都不会发现。对人民来说，最应该是能够信赖跟安全的一个地方，警察局却被装了偷拍，而且装的人竟然就是警察。即马连警察局都变做偷翕的场所，现代妇女基金会提醒，准讲监控机歹预防，也是爱提高警觉。伊也建议场所的负责人爱善尽责任，强化巡检，安装反监控机侦测设备，搁爱警局也是其他单位拢爱全面清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另外一件性命事件，台北市某一间国小顶个月游泳课时阵，发生讲有一个查甫学生走入去女性的浴巾啊。机关表示讲，导师捌要求几落届，讲这个防惊到查某学生呢，认为因的讲法伤过含啊，就爱写这悔过书。学校表示讲，已经启动性病调查，教育局也讲，这导师的行为是无符合规定的。日本基金会是建议讲，就爱有专业的辅导机制来介入，了解真相。学生伫思考学习档写误会男同学，互老师加无用的。顶个月，台北市某一个国小去其他学校上游泳课，一个查甫学生无细致走入去女更衣室，事后导师3届问女学生，甚至认为前后讲法无共，要求惊到这个女学生以伤寒的讲法为理由写悔过书，也引起议员质疑导师无重视性平处理原则。这个导师居然发了悔过书给这些被误闯更衣室吓到的女学生，回家写悔过书啊！理由是什么？不应该在第一时间夸大其词，让老师卷入这种麻烦啊！那后续也按照规定来召开性别平等委员会议，通过成案调查。本校也主动的召开校事会议调查老师在处理的过程中是否有管教失当的情事。学校表示，后续已经依法启动性平调查，搁召开校事会议。不过，台北市教育局讲，导师少年所的做法，拢违反校园事件处理准则。他不应该进行相关的这个调查跟询问，
这个是不对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学生的一些描述，他不应该请他写那个思考的学习单。这个是不应该的。不管是体育老师或导师的处理方式，已经让家长们跟学生们已经失去了对学校处理的相关信心了。教育局应该要设法提供相关的辅导的专业的介入，包括有学生治安辅导中心的协助跟介入，来了解孩子们他们到底当时发生的状况是如何。这个事件还搁咧调查。人本教育基金会认为，无论是无细致走入去，还是性变事件，老师处理的方式已经让家长甲学生失去信心。教育局应该提供专业辅导机制介入，通查清楚规件代志的头尾。记者综合报道。昨暗伫咧台北捷运，有一个查甫人和伊女性的朋友做伙接捷运的时阵，互一个食酒醉的查甫人踢着伤，双方也起冲突，甚至是甲人掟颔棍。另外讲到这顶礼拜六呢，高铁有民众举刀，这个嫌犯今仔日也去互掠着啊。嫌犯是讲，伊是不满伊的人互下过去，才会举刀啊出来。专家也建议讲，若准碰到这款的攻击事件，就要赶紧闪开，而且赶紧报警察。你这样对吗？张宝。影片当中，两对男女情绪激动，其中挂目镜姓陈查甫人阿妈棍，佮互对方定掉咧，两人是真不满。请你道歉好吗？他动了你吗？怎样？怎样？我是故意的耶！你很明显是故意的。台北捷运17上山新店线车厢内底冲突，互民众翕落来。所警方到场了解，姓陈查甫人讲，互穿红衫查甫人踢伤，引起冤家。他故意的拉着那个杆子，哎呀，这样子踢我的脚，把我的脚塞到车和门缝之间。因黄女擅发酒味，且陈男认为黄女未有道歉之意。事后，陈男已至厦门街派出所就黄女伤害部分提出告诉。另外，16发生的高铁堵刀案件，嫌犯经过28点钟了后，总算抓到。逃走过程中，甚至变装制造断点，互警方就歹吹。在这里向社会大众道歉。这查甫人的失控，根据了解，竟然是因为被下跪无结掉。不管是高铁捷运，民众若拄到攻击事件，警方呼吁车厢内底加下，建议马上远离闪避。发现任何不法，可立即按下月台电梯旁或捷运车厢红色紧急通话钮，或拨打110报案。对人马上通报，这警队也示范应用在陪伴保护身体，利用雨伞挂头顶，防止歹徒近身攻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咧昨发生这公车烧弄的车祸，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涉案的2个驾驶问话了后拢交保。不过，这大有8岁的查甫驾驶对摕到驾照到驶公车只有1个月时间尔，今年8月也有烧弄的记录。另外一名驾驶呢是大都会客运的司机，已经驶13年啊。目前台北市公运处先甲这2间业者罚9万块。你是没有看到前面有车吗？以上检方的2个人拢是公车驾驶，伫台北的喜来登饭店头前发生追撞事故，造成1个死亡15伤。经过复审了后，各以10万加30万块交保。即马台北市公运处嘛对2间客运业者分别各还9万块。基本上我们经过受训以后，可以的才会过啊，不是说基本上都会过，因为驾驶员很缺，缺的原因是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一行。老一辈的驾驶员就时间到了，年龄到了都退休了。车祸的姓谢女驾驶刚23岁，今年1月得到职业驾照，经过大有马术内部训练，2月正式上路，服务到即马较无1年。不过，煞互人发现，伫今年8月已经有肇事记录。业者回应是小可去下着，伫这件事故了后，人已经停牌，嘛怨叹目前人力严重不足。另外，迄个肇事的车祸姓陈司机是伫大都会客运任职，年资有13年。业者讲，当然伊的工作表现拢正良好。不论是否缺额，绝对不能影响到公共交通安全。我想这个原则跟立场是非常清楚而且坚定。就算驾驶欠人，嘛袂使当作理由。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已经协调相关的局处扩大招募劳财补助，强化新手驾驶的教育训练，也甲无适任驾驶的排除机制。不过专案都还未落幕，才让1天尔，新北市原来传出公车意外。他们有回报是说那个方向盘卡式，我们现在调他的检修记录，他有没有正常在检修这些方向机的事情，没有算进他的那个运维护责任的话，
那我们就会那个罚款9000块到9万块不等啊。一台台北客运倒弯，方向线愈来愈歪，紧急停伫路中央，差点就弄到车顶的条啊！好甲载车内15个乘客无人受伤。代志是发生伫18早起8点，边就是新埔国中，那雄雄失去控制，业者讲是机械故障，电子动力方向机的保险丝烧断去，含道路变成当真歹胖。其实有时候也是司机的问题，不是完全是这些物品的问题啊。有些司机他们开车真的蛮快的。公车不安全，就是人上去站还没稳，公车司机就开走就跌倒了。为台北的重大追撞事故到新北公车的状况，民众难免会烦恼公车坐车安全性。有人是讲爱对公车全面大体检。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美国川政府的团队名单，川提名联邦总机关瓦尔兹出任北京国家安全顾问。顶个月底呢，这瓦尔兹捌伫咧公开演讲时阵有讲到，台湾伫咧先进晶片和世界贸易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有专家认为，讲这台海问题已经变作是全球议题啊。美国总统大选结束，未来川普政府团队名单也陆续出来，其中会被提名出任北京国家安全顾问的联邦政员瓦尔兹，那是美国国会第一位有陆军特种部队资格议员，也捌伫五角大厦做重要幕僚，对台湾事务熟悉。今年10月中，各地公开演讲中表示，中国是今麦美国上大威胁。Xi Jinping, just take him at his own words. He is openly talking about the decline of America, replacing America as a global leader, the decline of Western values, replacing those with, what is essentially a techno surveillance state dictatorship. The first step was Tibet. The next step was Hong Kong. The next step is Taiwan. 2021年，伊把访问台湾，嗰個係時陣總統蔡英文，後來見面被外界看作是優待派。And to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not only would they control 80%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computer chips, if you look at the geography, they would control the shipping lanes into Japan, South Korea, Southeast Asia, about 50% of global GDP. So the stakes are enormous. We need to fully appreciate there is the element of having a military that is ready, even though their navy is now larger than ours, their space force is larger than ours. 美國、日本、澳洲3國國防部長17日澳洲北領地打爾文針對3國國防合作大海局勢、南海議題、到朝鮮半島局勢等對話，各地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台灣海峽和平和穩定嘅重要性。I'm really proud of the thing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accomplished over the last 4 years in terms of what we've done in this region to strengthen alliances and to work with countries that share the vision of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3國國防部長對了呼籲用和平方式解決兩岸議題，也看到中國破壞南海和東海穩定嘅行為，堅決反對任何用武力改變現狀。總統府表示，除了感謝國際朋友嘅關注和重視，因為這一擺個顯示大海穩定唔係是區域嘅議題，也是全球和平和繁榮嘅必要元素。記者綜合報道。中國嘅官方媒體央視有報道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捌甲這美國總統拜登講，要愛認清總統賴清德台獨嘅本性。不過外界質疑講，這可能是假信息。國安局長蔡明彥就表示，北京嘅新聞稿無寫到這件代誌，無排除是中國嘅政治作戰。中國官方媒體央視報道，拜習會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美國總統拜登講到愛認清總統賴清德嘅台獨本性，不過真實性遭到質疑。國安局長蔡明彥表示，無排除是中國政治作戰嘅操作。我想我們有比對一下美國白宮官方的新聞稿，那所以我們也在評估說，不能排除是不是中共的外交部或是官媒有做刻意會後的媒宣的操作或認知作戰的操作。蔡明彥認為，拜習會達成共識並無多，較大重點是雙方同意無將 AI 技術應用到業務決策。經過勢力利用 AI 傳播假造信息是有夠多。最近經歷會國家組就正做受害者，關注事件 AI 技術武器化會有擴張治安威脅嘅風險，產生假造資訊誤導視聽，快速傳播散播假造信息這挑戰。佢講到會利用 AI 反制 AI。政府要具體要如何以 AI 反制 AI 發動的攻擊的能量會非常的龐大。我們要是依照傳統的人力來講，我們會非常的吃力。過去透過 AI 系統來查找這些境外的 IP 或攻擊的來源，正確的比例非常的高。像這樣的方式能不能被歸類在
诈欺。像的那个 deepfake， 它是不是呢？可以构成诈欺哈？这个的确是有那个很有争议的，就是说是否有就是诈欺哈？这个最终还是必须由那个司法机关。另外，访写罗总统最近会出国访问，蔡明干表示，若总统确定出国访问，会启动相关维安计划部署甲准备，确保总统出国的平安甲顺利。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天气，讲到今仔日呢，这温度有变较低，雨也变真大，是因为这东北季风变强，也搁这风台万旗外围分下影响。台湾的附近呢，水气是较高挂，也若这北部、东半部地区较高落雨。气象署也针对着基隆北海、花旗兰等地区发布大水雨特报，另外也针对着12县市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将有可能出现强阵风，提醒民众爱注意。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加万宜风台外围分下影响，北台湾转做湿湿凉凉的天气。民众透早出外时阵，也雨伞爱搁穿薄外套。气象署拜1、18针对正方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也有宜兰地区发布大水雨特报。那特别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跟东北部地区，一直在周4之前呢，雨势也可能比较持续明显，是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哦。气象署表示，伫南海的万宜风台下晡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外围水气持续向北过来，那北部、东北部落雨机会增加，中南部分量嘛有较济，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拜2、19透早，北台湾低温可能会降到18度。气象专家提醒，后礼拜3、27有一个真强的冷空气入南，是不是冷气团有待观察？特别是27号北方冷空气的这个强度，看起来可能会北部，那我们以这个台北气象站为标准的话，可能有机会会接近到这个15度左右。另外，气象署嘛针对苗栗到云林沿海空旷所在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会有9级至11级的强阵风，爱多多注意。气象署指出，拜3过了后，风台外围环流减弱，不过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北台湾乌阴落湿湿雨的天气会持续到2、3拜六，东北季风减弱，落雨情形才会减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乌烟迎碰碰这个所在呢，伫咧桃园的春日路一间做不织布的工厂，透早5点外时阵发生火灾，规个天顶拢是乌烟。消防局伫咧8点半左右已经甲火拍花，加在是无人受伤。也若讲到这臭味的问题，可能爱食罚单。乌烟一直为工厂冲出来，看起来真惊人。火灾就发生伫18透早5点，规工厂真紧就拢是火。工厂警卫第一时间广播疏散，经消接到报案了后，出动消防人员173台，消防车有145台来拍火。火势伫8点半左右得到控制，好在无人员受伤受困。味道啊，喝错啊！突然就看到火这么大了吗？还没有，一点点。有吓到。因为它是这个燃烧不支付，可以造成相当大的浓烟。那目前这个火势已经我们控制了，不会延烧。那没有人员受困。导火是桃园春一路一间不织布制造工厂，2楼、3楼导火烧起来，导火原因还搁等后续的调查。春一路因为火警封路，警方提醒用路人驶路，不过都是上班的时间，经过路大塞车，也不少人闻到空气当中的臭味。有啊，有臭味啊！它这个烧起来当然很不好啊！你看整个都是黑烟那么大。该工厂因火灾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及异味，造成空气污染。后续环保局将依火调报告结果，若有违反，将依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罚。对桃园区春一路工厂火警，环保局表示，目前监测空气品质无明显危害，提醒下风厝的桃园区、罗德区14里的民众避开或者是关门窗，敏感族群爱注意防护。另外，等火调结果出来，若违反空污法管理不当部分，会依法告发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自来水公司要进行改善工程，台中11个行政区早起10点开始呢，会停水36点钟，计共有22万5千户受到影响。那这袂早顿业者呢，透早就开始欠水啊，洗车业者拍算是做半工特别休困。自来水公司伫台中81个地点设临时挂水站，按算明仔载暗时就恢复送水。
大水桶囤水150公升，早顿店一早起全面备战，饮料街炸出去的杯仔便所暂停开放，因为台湾自来水公司进行4项工程，台中18号早起10点开始停水36点钟，包括在的行政区有22.5万户受到影响。其实顾客使用的餐具本来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嘛，毕竟我们宣传环保，但因为这36个小时没办法，只能提供顾客一次性的免洗餐具。那厕所的部分，我们也没有办法开放给顾客做使用。家里的话也是会储水，就是前一天会储了2大桶的水，然后去烧水再洗澡这样子。民众惊无水通用，但是洗车业者使用高压的水枪，水桶囤水不方便，佮加上烦恼停水前后水质影响到洗车的品质，因此敢若按算营业半工，水塔的水会当用偌济算偌济。水塔可能用个半天吧，没有办法及时真的客人真的马上要洗，马上有水用什么的，这样子是比较不方便的，所以我们就还是会选择没有营业这样子。自来水公司表示，即个进行的4项工程，甲减压法、送水管改善，也佮有管线改接有关系。除了伫咧全市81位地点设立临时储水站，也加派11台水车巡回补水。其实这事件的一定的难度，施工的那个时程都应该比较接近。所以我们这次就是用4合1的方式来办理这次的停水工程。工程影响停水大约21.5万户，减压大约1万户。预计19号暗时10点恢复供水，而且会看工程进度顺利无排除提早恢复供水。记者台中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这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第19就满1000天咯。最近有风声讲，拜登政府要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飞弹拍罗西亚境内。泽伦斯基表示讲是无公开宣布。另外，川特要上任，积极推动两国来讲和，后面的接受度是愈来愈高。罗西亚也表示讲会采用开放态度。乌克兰军官跟战死沙场的士兵的观察行伫街路，过路的民众跪落来切目屎，向因致意。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第19就是第1000天，不过拢无停止的现象。当地居民讲，乌克兰至少有12000个居民伫这场战争当中死亡，而且医疗设施遭到2000多摆攻击，至少200万民体受损，就连基础设施也遭到严重的破坏。65% of Ukraine's own energy production capacities has been destroyed. 罗西亚军队占领乌克兰顿巴斯地区一个又一个当工业村头，因为顿巴斯有防火钢铁甲土炭资源，不过冬天的气温拢伫0度以下，所以失去这的天然资源会予数百万的乌克兰人日子真歹过。最近，红场拜登政府第一摆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制飞弹飞进罗西亚，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间低调回应，无经过宣布。罗西亚驻参议员克里夏斯是警告美国机动恐惊引起第3摆世界大战。Сьогодні багато в медіа говорять про те, що ми отримали дозвіл на відповідні дії, але удари завдають не словами. Такі речі не анонсують. Ракети самі. 根据华尔街第10来报道，美国大选进前，乌克兰的欧洲盟国捌对川普团队承诺会加速协商，互这两个谈判感觉烦恼。不过情势改变，欧洲盟国接受度愈来愈高。另外14墨西哥驻联合国大使也讲，对结束战争的谈判采取开放的态度。不过前提也是要以罗西亚政府对这场战争的军事评估做优先考虑。公视新闻新竹报编译。美国总统拜登17出发去到巴西里约，准备要出席 G20 峰会。不过，进前也先去到 Amazon 互林签署表文件。来讲到这 G20 呢，今两日是伫咧巴西里约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就呼吁领导人爱为着气候峰会达成的协议，做伙来拍拼。美国总统拜登伫巴西科学家诺布雷等人的陪同之下，去亚马逊河上大支流烤花水穴。进前，伊伫飞行机顶已經看到烤花的所在，還有去互大火燒去的雨林，所以伫雨林內底簽署文件，協助保育這片珍貴的土地。We don't have to choose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We can do both. When I'm leaving office in January, I will leave my successor and my country a strong foundation to build on if they choose to do so.
拜登是头一个去亚马逊雨林的美国总统，强调气候的变迁对这个重要的生态系统造成的伤害，也有伊对保护这个地区的承诺。伊的任内已经提供亚马逊基金会5000万的美金来保护雨林，迄天白宫嘛宣布，阁增加5000万的美金。因为后一任总统川普认为气候变迁是骗局，已经宣告气候的政策规模会缩小。拜登离开亚马逊了后，才去巴西行程主要的目的 G20 峰会。主办的城市里约一座涉水真野的这堵壁，甲贫民区扎起来，而且有军方的人员驻守伫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呼吁领导者，都要为目前当咧进行的气候峰会达成的协议来拍拼。My appeal on G20 leaders is to give clear instructions to negotiators in Baku to reach an absolutely essential agreement on the new global financial goal. And the spotlight is naturally on the G20. They account for 80% of global emissions. G20 展开进前，伫里约有一场 U20 城市峰会，巴西总统卢拉甲第二总统普里基拢有出席闭幕典礼。卢拉表示，城市中心较会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而且以最近西班牙等等的所在发生严重的造大水来激励 ，U20 是由来自 G20 成员的38城市的市长甲代表团，为经济、气候甲城市发展等等的议题来进行讨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菲律宾过去一个月来连续受到6个风台吞台，这威力增强风台万期。拜6礼拜时阵风雨是真大，菲律宾东区也出现这真严重灾情，几了10万人脱离。不过万期登陆这卢松岛了后呢，威力减弱，10倍已经降做热带气旋，下晡也离开菲律宾啊。强烈风台万宜16暗登陆菲律宾东部人口无多多数省份，交谈杜安里斯，上大风速1点钟195公里，阵风的时速240公里。当局提前撤离附近65万的居民，不过强风大雨依然造成淹水，树啊规丛挽起来，自倒去的灾情。风雨过了，规个乱糟糟。万宜伫17继续向西北部方向刷点动。下昼伫主要岛屿鲁松岛南部第2遍登陆，威力有小可较减弱，正做强烈热带气旋。到18早起10点，中心的上大风速降到1点钟110公里，阵风1点钟135公里。气象局伫咧中昼的简报讲，万宜已经正挖近鲁松岛边界，下昼就会离开。烟花风暴调的警报已经解除。但是，北旦群岛依然有中到大雨，有一寡所在可能会发生山崩、土石流。鲁松岛北边亚太地区依然有强风警报。地方救灾单位讲，万宜风台目前造成至少3个村民失踪，也有停电加财务农业损失。虽然已经11个月，太平洋依然一直形成风台。万宜是过去一个月来第6个侵袭菲律宾的风台，总共造成3000外户900人无家可归。而且无久进前，这个加天毒风台加侵袭菲律宾，怎么也搁伫咧复原，情形是更加害。因为灾情正严重，菲律宾空军也派人来到沙港救灾。I've authorized U.S. forces to provide direct support to respond to the super typhoon. We also secured another $1 million in urgent humanitarian aid.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0月伫咧马尼拉参加美国军队联合协调中心的破土典礼。伊讲，美国方面已经授权协助伫6场风灾的受灾灾民提供金补给加协助。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讲到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牵涉到经华城案件放延长羁押，请假3个月时间是特别交落。民众党今日召开中央委员会，通过2项提案，包括郭文哲延长请假到明年2月28，另外是由这党中央的紧急应变小组3位共同调一人代行职务，这2案拢受到全体中央委员的同意。力挺柯文哲，团结民众党。手牵手发口好等现团的气势，民众党主席郭天请假3个月期限特别到，中央委员会10月开会行刑，14委员全部通过郭文哲继续请假3个月到2025年1月28，党部由紧急应变小组3位共同召集人处理代行职务。本党没有代理主席的问题，我们也不会有多头马车。我跟黄国昌、跟李伟华3位共同召集人，团结一致，从来没有意见相左过，对吗？李伟对吗？
党章第16条是有说，主席因请辞或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这个部分才由中央委员复推代理党主席。推出代理党主席以后，6个月内要完成主席的补选，他不是请假6个月满，不能再请。李慧华表示，当中无限制请假期限，民众党强调无代理主席的问题，党是正团结，外界唔通趁机会就改占。外界所有见缝插针的事情，请适可而止。目前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党务正常继续运作。针对延长请假代志，是不是事先通知国务院？林富兰表示，因为国务院羁押警件当中无法度知影伊的看法。按国民众党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中央委员除了国务院请假以外，其他14个拢有参加。全部人拢通过继续请假3个月，了后会请律师转达给国务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摆假车牌是满世界，今年到10月底，这假车牌暗砍车牌案件就5000件较济。交通部提出修法，要甲这假车牌唔挂车牌罚款有关到3万6，而且这车呢会当不收消费。另外，无驾照害人死伤，对禁止考试4年，有关到规世人拢袂当考驾照。再去伫咧交通委员会进行讨论，要拼这个会期通过，明年顶半年来推动。社群平台假车牌真侪，凊彩都当敲吹到。交通委员会早起对修法招致假车牌进行讨论，朝野立委有共识，党法以外加强处理嘛是重点。真的没有时间再等了，一日我们放纵假车牌在外面趴趴走，越让行车安全危险，越让社会秩序危险。不法集团他们也可以伪造这个梅花烙印，好，甚至是这个车牌背面的防伪雷雕的车号。好，所以他们的技术也是一直在升级。公路局其实有做每一天有这个巡查机器人在网络上去巡查，罚则提到很高，包含汽车的没入的部分，我们也都提出来了。交通部统计，最近3年来假车牌违规件数确实逐年增加。今年跨机关合作，长官甲客查9月至10月开始，比前1个月减少，有降低趋势。这改修法会将假造、变造，也是无挂车牌最高罚款提高到3万6。另外嘛，搭配有相关配套的措施，车牌若是互用起的车主，有意愿会当免费换牌。受害者如有需要换牌的话，也免费更换号牌。交通部这边也建议法务部针对刑法的刑度、罚金也从高量刑及具体求刑。另外，为了减少无照驾驶的情形，交通部嘛研究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最高罚款比较危险驾驶提高到3万6，因为无照驾驶致使人重伤还是死亡，由禁考4年提高到终身袂使考领驾驶执照。无照驾驶违规会强制逮捕管理车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到9月呢，这台湾旅客去到越南的人数超过93万人次。不过越南旅客来到台湾，敢若28万多人。这业者是表示讲，因为去年下半年呢来台湾的签证变较严，有影响到因的意愿。这就是中国开放24点钟的电子签证，计设也差不多。这越南的游客就走去中国观光啊。坐鸟空缆车看风景，记得越谈过船。观光署邀请越南有名的女明星做台湾观光代言人，伫中国嘅推送上新的观光宣传影片，加强对越南市场的行销。因为越南旅客来台湾的人数今年继续衰退，一个到9月即个28万外人次，约那个人去越南的有93万外人，观光逆差扩大。业者讲，签证限制罪有影响。原来可以凭着他们曾经去过的欧美国家或是日韩国家，可以在我们的网上申请e-visa 电子签证。那在去年的时候，不再接受日韩签证的便捷签e-visa， 所以呢，等于游客大概少了40%左右。学者讲，受到2018年越南团客来台湾刷集体逃走的代志影响，相关单位对来台湾签证限制较侪。也毋过，有人考虑对在地或者是孤大地做部分放令，方便旅客来台湾。而且越南这几年发展正紧，对旅游景点的期待也变较悬，咱就要靠有潜力的旅游市场。其实，这个在越南对于台湾的理解度是高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现有的这些产品，并不是包装这种类型的，而是比较传统型的这些大景点，所以大家对于参团的意愿就比较低。
观光署上新的旅游景点游客统计，今年9月除了花莲因为连续天灾，游客比去年同期大超过8成以外，新北市金山的游客也衰退5成。南部乌山头水库风景区、中部的九族文化村、大屯山休闲区也拢是负成长，昆林国家公园也让2成。组长，我们成绩不好啦，是，那我必须来说，要努力。我们国内的旅游品质不佳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比国际啊。没有显著的竞争力。观光署讲，最近已经公布台湾观光100亮点，会整合各县市的观光资源做伙行销。今年全年来台湾的观光客应该让超过750万。交通部也讲，也是无够好，应该继续拼。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核定明年度会当申请建发替代役的单位有424间，主要是半导体、电子产业等等。人力银行表示，讲袂少人想要进入到科技产业，建发替代役无的确是种管道，填误了后就当煞咧继续做。相比兵役，越南接受军事训练，因为查甫囡仔有服兵役的义务。不过，除了相比兵役，符合一定资格越南也申请研发替代役，有机会到公司部门的单位服役。真侪大学生拢想要去，感觉无的确用升到企业展会，替未来前途铺路。会有因为就感觉可以学到更多东西，这样子就是你先占一个位置，然后当完兵可能就可以回去那边。当完兵有工作，感觉还不错，而且是还不错的企业，我应该会试试看。当完兵后就直接接轨，就是自己所学的东西。内政部核定114年度研发替代役用人单位424间，主要是半导体、电子等产业，有台积电、联发科、汉翔航空甲中信造船等国内各大厂商，也有中科院、中研院、工研院等研究机构。想要申请要条件，要有硕士以上学历，不过无限理工、医农等学科。内政部协助配合需求，不过由用人单位来决定是不是适合。针对役男的所有的权益都相对的是以正职员工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保障。役男在公司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到服役期满之后，他们的留任率非常的高。他可以及早卡位他自己的心仪产业。那其实根据过去的调查发现，拥有硕士学历的研发替代役，他的月薪大概可以上看56K， 博士毕业的是更高达74K。当科技设备强大，有真侪人想要进入科技产业。人力银行表示，研发替代业无的确用正做毕业生的跳板，若表现甲企业成功无合，未来退伍都可能直接有头路。记者综合报道。食药署今日公布食甲饱餐厅的客栈成果，全台湾总共客栈120间餐厅，因的菜色也够实在。所有这7件的凉水含冰是无合格，拢是大肠管菌超过标准。其中也包括着这5星级的台东纳鲁湾大酒店、新竹的盐埔饭店、千叶火锅家己尊爵馆，也个卖这韩国料理的两餐这间餐厅的家己店等等，拢互依照是案发罚3万块。真侪人爱去食到饱餐厅食饭，因为菜色真丰富，要食啥拢有。但是卫福部食药署公布113年全台湾食到饱餐厅客栈结果，客栈120间，抽验182件成品甲食材，结果有7件饮料加冰无合格，拢是肠杆菌超过标准。它代表的是它的水源的水质，或者是它人员的卫生，还有它的器具的卫生，以及制成卫生跟它的相关的后续的储存，在某个环节上有缺失。食药署讲无合格名单内面包括5星级的台东南鲁湾大酒店、4粒星的新竹盐埔大饭店、福禄里精品饭店、台中寿喜烧一丁、两餐韩国贵阳火锅食到饱家己店、千叶火锅家己尊爵馆。卫生地方局拢已经依照食安法裁处3万。都无科医生提醒讲，民众若无顺利食到带菌的食物，有可能会食物中毒。我们第一时间以委由专业餐饮的卫生稽核人员针对此奶茶的品项做全盘的检视，包含像是容器消毒出餐方式、工作环境、水质制冰机的重点项目，都已经做了即刻调整，并进行内部的教育训练。那一般我们食物中毒都用急性肠胃表现，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甚至腹泻、发烧都可能。食药署呼吁业者爱做好自主管理，提供饮料加冰的时阵，爱注意环境甲人员操作的卫生。对这7件无符合卫生标准的业者，限期改善。若到时无改善的，会当罚3万到300万。若南鲁湾大酒店是讲，相关产品怎么已经无卖啊？
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呢有民众早起到南仔坑一间连锁早顿店买这牛奶茶时阵，啉到一半才发现讲这杯仔内面有米缸刀啊，而且这刀啊片个生鲜。卫生局稽查了后，发现讲这煮食的工具有较垃圾，限期爱改善。不过呢是无发现到这米缸刀啊。总公司也讲有含消费者直接到啊，会加强辅导店家，也会重新训练员工。这杯强要啉甲无的青年茶，竟然看到一支米缸刀伫咧内面，刀啊也有新鲜，消费者惊一个，甲相片铺伫咧网络顶，提醒其他的消费者爱加注意。很大的疑虑啊！怎么说？因为这么大的东西，店员怎么可能没有看到嘞？对不对？我们做事情要很小心啊，尤其是对这种食安问题。自己在做这些也有可能啊。本来整支这个我就觉得我还从没有看过了。早餐的饮料内面有米缸刀，有民众认为是业者管理有疏失，也有人怀疑讲这么大支的米缸刀哪会看无，是不是有人挑工的？早起去早餐店，业者看到媒体就赶紧甲门摇来，2点钟了，卫生局来稽查，也无人来开门。第2遍去，才有人来开门，会让入去。初步了解是店员无注意，互刀啊落喺杯仔内面。不过伫咧调饮料的作业台，并无看到米缸刀。业者讲，这马已经无法度查清楚是啥人，以后会加注意。不过卫生局稽查也发现，煮食的鼎垃圾、消毒水无分顾客，限期若无改善，相关会当罚2亿。公司已经有跟消费者联系上了，那后续的做赔偿或者一些补偿的，公司都会后续再跟消费者去沟通。总公司讲已经联络消费者去慰问，并且得到对方谅解，对加盟店会派人去检视流程，并且加强教育训练。也强调代志有真侪疑问爱查好清楚，总公司会继续去了解，查清楚是谁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发现2种新物种的高柑仔，这款的鱼啊，拢是由这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的研究团队所发现的。这2种高柑仔拢爱伫咧溪流内面生态。也讲到这溪流整治工程含水力建设做了伤过头，颠倒会阻碍到鱼啊回游游向水头，对生物多样性是无帮助的。头是蓝色的金光闪闪，身体是草干仔青色，游的时阵敢若是南美洲红鸟是伫咧拍，所以后面叫做青红之牙黑虎鱼，是中山大学海科系发现的新物种。不像其他枝桠虾虎鱼都比较偏底栖的模式，对，那它会在水的中层拍动它的胸鳍，就很像南美洲的蜂鸟。对，在空中拍动它们的翅膀。这种鱼伫2021年第1遍发现，迄当阵标本无保存好，无法度正式号名。伊是小型洄游鱼，大只差不多2公分，住伫咧水质较好的大流溪，伫台湾东北甲菲律宾鲁松岛北边的溪流发现到。另外一个新物种是台湾甘黑虎，发现当时也是在出海口有施工的状况，那可能也多少会影响这个比较珍贵的物种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干虾虎就是台湾第一个发现的干虾虎。大流溪是流域的面积较小，支流较少，正紧就自山顶流的海较细条的溪，也是真侪回收鱼的炭生地。台湾甘黑虎就是伫咧大流溪内面发现，学者讲这代表台湾的大流溪特别性甲物种多样性，不过也担心溪流整治工程甲水利设施会互因的数量变少。其他的一些鱼类哈，例如说像汤鲢或者海龙这一类，它不能够去跨越那个垂直的墙面的时候，其实去降低这些拦沙坝的高度，就会对它们的上溯有非常方便的一个影响。整治工程可能会互一寡溪流水大家会有鱼类无法度生存，学者建议强化保护溪流，真就是立法限制过度开发的行为，来增加大流溪生态稳定，也有持续性。记者综合报道。已经有60多年历史，高雄的高尔夫俱乐部因为甲这高雄市政府有租约纠纷，这个月24就被收起来。60公顷的球场，这市政府按算结合4块连等的公园绿地，搭出一个有下水、有休闲功能的大丁清湖公园。球场一透早就有会员来拍球，高雄高尔夫俱乐部已经公告，剩1礼拜因就要结束营业，因为进前连续违法使用农药，佮无纳租金、占用土地，高雄市政府决定将60公顷的球场退回来，要改做一个大公园。附近民众听到是真赞成，较有所在人运动较快啦。哦，嘿，
安尼好啦。高雄市政府工务局表示，高雄球场本地就是公园用地，未来球场首档来结合大碧湖园区、双澳公园，串联附近的维武亚公园，会成做一个将近500公顷的公园地带。30年前争取维武亚公园的詹贵海医师，嘛捌提出大卫公园的想法，能够把这个大北湖跟卫武营能够连成一条线，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更大的公园，叫做大卫公园。那这样是可以一个媲美世界上其他的公园的这样的计划。这个公园边有金西湖啦，阮阁有宠物公园，其实串联起来，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绿带啦。国外嘛做这种公园。游场改公园的这个计划，我来参考这个案例来规划一个适当的迄个大公园。经营63年的高雄高尔夫俱乐部，目前除了爱补纳1亿外补偿金，球场770个会员，阁有200名员工的权益，拢需要俱乐部出面来解决。记者曲昭阳高雄报道。阿里山森林铁路伫1912年全线通车了后，这阿里山坐落来茶就运到山脚的嘉义市，也带动这木材加工的产业。嘉义市文化局出版头一本介绍这嘉义木业的绘本，希望透过绘本，让囡仔来认捌在地文化。剧团的演员表演绘本内底趣味的故事内容，互下骹囡仔大家是紧紧看。嘉义市文化局新出版的绘本，用嘉义木业的历史甲特色做主题。配合剧团的表演来发表，现场的家长甲囡仔哪听故事哪看表演，拢感觉真趣味。他在讲我们嘉义市的从那个什么林业发展历史，然后还有嘉义市的特色。较早嘉义市因为阿里山林业铁路的建设，我带动木业加工的产业。即马除了嘉义制裁所放门车站才看会到的林业文化资产以外，嘉义市内阁存6000多间的老茶厝。文化局希望透过绘本，讲互大家知影。老茶厝对在地文化的重要。绘本的这个出版，加儿童剧团的这个演出，希望甲咱嘉义市，是这个木都的这个元素，会当为细汉都互因了解这个城市伊原来的这个特色。嘉义市文化局表示，老茶厝是嘉义木业发展的一个见证。进前推广保存老茶厝的旧屋里计划，拢是针对社会人士来说明。头摆用绘本的方式讲予囡仔，就是希望会当把这个保存在地文化的观念，会当透过教育的方式继续来传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电视剧《小女养生记》互观众看甲念咪好念咪笑，甲人生的情景演甲非常的真。事实上，这是对共命的散文改写过来的。作者江娥最近甲这散文重新配音，变作是台语有声册发表伫咧网络顶头，希望甲正侪英国生活当中的台语对话保留落来，也毋望讲甲这有声册当作是送互台湾的礼物，希望台语会当久久长长。拍倒的甲盖头甲海尾头闻着臭青，会当摕去学校迄件同学。人有芭比娃娃甲自动 MBK 啊，我有海尾甲盖。海贝甲钙两种拢是电补的中药材，画面中的汉药房就是电视剧《小女养生记》原作的生活场景。最近原作的散文经过作者江娥用家己的台语配音做有声册，发表伫咧网络引起真侪讨论。作者表示，虽然散文大部分是用中文写的，不过这生活对话实际上多数拢是台语，敢若用中文写，伊感觉伤无彩，毋望透过台语记录爸母话，嘛当作是送互台湾的礼物。我想讲，我若甲遮个代志，佮用台语甲伊写出来，迄就是阮即辈的人迄当时听到的声。因为我是较悲观的人，我毋知影台语会当佮长偌久。私心是希望伊会当较久长咧，吼。啊，所以我就感觉即件代志我敢若做会到，我就来做看卖咧。江娥谦虚表示，家己有法度留偌济台语的物件，伊就尽量做。虽然做台语版的有声册用词文句拢着爱佮改过，不过伊表示，刚才有找台语顾问斗3工，伫咧讨论的过程，发现真侪台语词，伊拢要保留台南的用法佮腔口。林顺聪表示，这是有声册真重要的目的，互台语的多样性通维持生命力。而且有一寡词是我读的文章我才学着，譬如讲。说一句话都唔敢对阿公起称，我也叫吭声啦，这种意思啦，就是讲咱无论是咱推广台语，还是出台文册，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讲要甲真正在地声音伊的用词，伊口语伊上口语的一寡讲法，其实就是上好的文啊。
江湖表示，小女养成记的台语有声册目前拍算胜出10集，嘛有收到真侪民众热情的回应，互真侪人想起30-40年前的台湾生活，想起足侪台语的讲法，嘛互伊对台语写作有更较侪勇气甲鼓励，毋望台语的路行会久长。记者刘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欧洲的维也纳，因的耶诞市集16举行点灯仪式。这13公尺悬、30公尺悬，用2000粒 LED， 佮再加上1000粒耶诞彩球来去装台这个耶诞树，看起来非常醒目。在这点起也真期待讲民众来这行达，顺续甲因交关买物件。维也纳市长16主持市政厅广场头前圣诞大酒的点灯仪式。自1959年开始，每年在这个首都圣诞市集的圣诞树，拢是有无同的放送的。今年这张30公尺悬、80年的树啊，是写奥地利放送的。Von Economist, von der New York Times zu einer der schönsten Christkindl- und Weihnachtsmärkte gerankt worden. Und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viele Wienerinnen und Wiener, viele Besucherinnen und Besucher aus den anderen Bundesländern, aus dem Ausland zu uns gekommen sind, um hier einen wunderbaren Baum zu illuminieren. 市区31条主要的购物街仔路，一工也拢做伙甲圣诞装饰点灯。为了要节省能源，前几年开始就拢换做 LED 电火。因过因为景气歹，一个月圣诞灯海要加70万欧元的电钱，对业者来讲负担真大。所以市政府甲商会就甲因出的夜灯自5成增加到7成5。去年市集近330万人次，今年第一个礼拜日就有5万位游客。开店甲摆摊业者拢希望这项活动会让吸引更加侪人客，互因的生意较好。Es ist einfach schön. Es macht die Stadt etwas schöner insgesamt. Vielleicht würde es Leute dazu motivieren, dass die einfach in diese Geschäfte hereinspazieren und das sich anschauen. Aber ob man da wirklich einkaufen würde, weiß ich jetzt nicht. 维也纳的圣诞市集将会营运到12月2日，因讲市政厅加美泉宫头前的市集是一直开放到明年的1月初6。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8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9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0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